大家好，我係6D 班嘅陳啟宗。我今日想分享一次與同學參加學校運動會嘅難忘經歷。當時我哋成班一齊報咗4×100米接力賽。我最記得比賽嗰陣，我哋本來落後緊，到咗交棒嗰一刻，我隻手震咗，好驚會跌棒。但係我見到前面接棒嘅同學，佢好堅定咁望住我大叫：唔好跌棒，唔好驚，衝啊！嗰一刻我突然間充滿咗力量，用全力跑過去。雖然最後我哋就係攞到季軍，但係大家衝線之後嗰種互相擁抱一齊喘氣嘅感覺真係好熱血。今次活動令我體會到，原來團體合作比輸勝更加重要。我嘅分享完畢，謝謝，拜拜大家。